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6年1月23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27节到第10章的第8节。加拉太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眼光。咱常常听人咧学别人讲，你的眼光足好诶啊吼！大部分安尼学拢咧讲，即个人足够经物件。伊就是咱咧学一个人足够看人，足知影人诶才调，咱会讲伊慧眼特别啊吼。就是拢咧讲一个人眼光真超然，真有特色，甲一般人无共款。基督徒咧，基督徒需要有上帝的眼光，才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才会愿意遵守上帝的方向甲道路。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27节到第10章第8节，记载着以色列第一位的国王扫罗，伊受膏抹的代志。咱看到伊当初时是上帝眼中看做袂歹的人。因为撒母耳讲，伊会领受上帝的圣神，会变成做一个新的人，然后入神讲话。这个时阵的扫罗是对着圣神的做代志，并且顺从先知的撒母耳的指示。圣经里记载因行到城的角头，撒母耳甲扫罗讲，叫仆人升起，仆人就去。撒母耳佫讲，踮遮稍等一下，我要甲你传达上帝的话。第10章，撒母耳摕一罐油倒伫扫罗的头壳，甲伊浸，讲上主用油甲你抹，设立你做伊子民的统治者。今日你离开我了后，去到便雅悯的地区，射杀我军列结会望的时，会拄着2个人。因会甲你讲，你伫找的梨仔已经找着。即阵你老爸无伫烦恼梨仔，是伫挂虑你。伊伫问我的囝仔拢无消息，要安怎？你继续对遐去，到潭边的树遐，会拄着3个人，因要去逼着你献祭互上帝。一个带3只羊仔。一个带3个饼，一个带一个皮笼的袋仔的酒，因会甲你请安，互你2块饼，你着接受。后来你着去上帝的山基比亚，伊遐有非利士人伫防守。你入城的时阵，会拄着一阵先知对山头弹落来，有人弹琴弹瑟，有人拍鼓，有人分品仔。因拢入神讲话，上帝的神嘛会大大充满你，你会变做新的人，也像因共款入神讲话。这个代志发生了后，你就照所感动的去做，因为上帝甲你同在。你着去结甲，我嘛会去遐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你听候7日，等我到你遐，只是你着做的代志。保罗理论到伊所领受的外邦的福音使徒这份的时阵，伊真激动来论到讲上帝无偏待人，上帝看重每一位伊所创造的人，并且十分祝福互因。保罗提到着伊开始宣教14年了后，受着主的启示进入耶路撒冷，甲主的门徒雅各、彼得、约翰的见面。并被接纳成做外邦福音的工作者，使徒用上帝眼光来看救恩甲福音，因此因就接受保罗，一位当初是契合教会甲基督徒的人，并且因为有上帝的眼光来看见着外邦福音的需要，并且认同差遣保罗成做外邦福音的使者。也因为上帝的眼光，保罗嘛领受着使徒互伊为伊的要求，就是看见犹太人中间的善良人。
即嘛是咱看到保罗伫伊诶宣教旅程诶中间，伊极力为着耶路撒冷犹太人诶算车人募款诶原因。这诶拢是因为上帝眼光来看，并且诚做上帝忠心诶仆人。加拉太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记载，14年了后，我阁上耶路撒冷，巴拿巴甲我做伙去。嘛带提多做伙去。我上耶路撒冷是遵探主的启示，我有私底下对遐个领袖说明我对外邦人所传的福音。虽然这毋免伫我过去还是现在所奔波拼空拢变落空甲我做伙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嘛无人强迫伊接受家己。有一寡假信徒被逼来软入来阮中间，亲像侦探咧侵入来，要探咱对基督耶稣所得到的自由，想要互咱诚侪奴隶丧失自由。毋过为着要互恁通保全福音的真理，阮一声都无对因让步。毋过遐个互人看做领袖的，无论因的地位是甚物，拢对我拢无影响，因为上帝无用外貌判断人，因并无令我互我有甚物颠倒了解上帝将福音互外邦人的任务交托我，因亲像拄亲像伊有将福音互犹太人的任务交托互彼得。上帝有用伊的权能，互我诚做外邦的使徒，拄亲像伊嘛有互彼得诚做犹太人的使徒。雅各、彼得甲约翰，正会互人看到的是教会的条件。既然知影上帝有即个特别的使命交代我，就甲巴拿巴甲我正手表示同工，佮同意阮伫外邦人中间工作。因伫犹太人中间工作，因只有要求阮关怀犹太人中间散车人，这项代志拄拄是我一直努力要做的。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上主是我的光，我会拯救，我要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得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绊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也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伊会保守我，互我秘伫伊的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呼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求主帮助阮学习所会当用你公义的眼光来看世界，领受救恩，并且领受你的差遣。求主帮助阮成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行公义，伫你的慈爱中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